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就要介紹劉仙洞站嘅車站指南啦。咁就係2025年12月版本嘅。咁上一集介紹完石鼓站啦，咁今一集就要嚟介紹劉仙洞站嘅車站指南啦。咁一樣橙色啦，然之後右上角有 MTO 港鐵啦。咁呢個就係北段第三個站啦，就係第一個係轉線站嚟嘅。然之後有13字樣喺上面啦。咁打開一樣有呢個路線介紹、公司介紹、價格表啦，然之後就有呢個深圳地鐵嘅路線圖嘅。呢啲我就唔再重複講啦，大家有興趣可以停低睇睇啦。然後後面就有呢個劉仙洞站嘅街道圖啦。咁劉仙洞站就喺度啦，就有顯示埋石鼓站嘅。咁劉仙洞站係個轉線站咧，就係5號線同13號線。5號線紫色呢條啦，13號線就橙色呢條嘅轉線站嘅。咁下面有啲圖例啦，話俾你聽呢個地圖有啲咩係代表啲咩嘅。然之後啦，就係呢個地標方面啦。地標咧就公共服務及設施啦，就有呢個南山區政務服務中心、創智雲城服務廳、南科科技大學醫院。文娛及購物啦，就有呢個粵方廣場、劉仙洞保護區、石鼓山公園。學校咧就有呢個深圳科創學院、南山區文理實驗學校集團、科創學校、南山實驗教育集團、西麗湖學校、深圳實驗學校高中部。主要大廈方面就有呢個航天大廈、深信服科技大廈。咁呢個就係有公共汽車嘅公共交通工具嗰方面啦。咁你見到13號線嘅出口咧就用橙色嚟表示，原本5號線嘅原有嘅出口咧就用呢個紫色嚟表示嘅。好，跟住啦，我哋就嚟睇下呢個劉仙洞站嘅位置圖啦。咁劉仙洞站嘅位置圖喺度啦，然之後就係呢度冇 mark 住邊度轉乘5號線，咁呢邊係轉乘5號線嘅。然之後呢度就係有呢個1號月台往呢個深圳灣口岸啦，同2號月台往上屋方向嘅。然之後就係2025年12月啦，同埋呢個有呢個咁呢度只有顯示 E、F 嘅，咁 A、B、C、D 呢個堆咧就喺5號線嗰邊，所以呢度就冇顯示到啦。咁洗手間喺度啦，同埋 AED 機同埋逃生出口同埋升降機嘅 logo 嘅。咁呢度就有呢個車站嘅資訊啦。咁劉仙洞站開站時間為早上6時37分，關站時間為晚上11時29分。咁往上屋方向首班車就係早上6時49分，尾班車係晚上11時19分。往深圳灣口岸首班車係早上6時47分，尾班車係晚上11時17分。咁就生效日期2025年12月啦。咁圖例就係呢堆嘅。好啦，所以今日集嚟介紹劉仙洞站嘅車站指南呢，就到此完畢啦。我哋下一集將會嚟介紹白旺站嘅車站指南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